另外是阮家欢收看12月20号的中港台南电新闻。距离立委大选只剩23天，台南市选会上午举办第11届立委候选人抽签。台南市有60个立委，总共20位登记，最后19位完成资格审定，分别是民进党现任6位、国民党3位、无党籍甲小党才有10位。在抽签会中，候选人纷纷将号次化作吉祥甲胜选的口号。台南市选会20号办理第11届立委候选人号次抽签，依照选区甲当初登记的优先顺序，多数拢是本人出席，或是由代表代替。不过，嘛有魏耀乾甲陈永和2位候选人是由主任委员代替抽签。有20位登记，最后19位完成资格审定。我们台南市这边总共有19位候选人参加今天的这个抽签的座位。那我想我们台南市选委会依据选罢法的规定，还通知邀请各位候选人来参加今天的座位程序。在抽签过程当中，民进党籍候选人抽到2号有4位上座。2号第2选区，2号郭国文。美德双全，非常战力。李怡景登记第2号，美德双全，怡景向前。这位表，这位赢，美德双全。会中以国民党籍阵营甲无党籍参选的候选人，嘛拢亲自到场抽签。其中第1选区坐电动轮椅参选的侯鲁泰，以及第5选区表明要为孙仔学好英文来参选的小林洪等等，总共有19位要来抢绿色。台湾好康，台南正义，台湾一定赢。坚持这列客刷。坚持做大家的靠山。来，3号陈以信，南关焕新山。3号陈以信，南关焕新山。在要正式抽签进前，候选人姚正宇突然间提出下剪贴的字卡，当面提予对手立委候选人陈天辉要求辩论，不过陈天辉并无接受，表示在证件会得讲清楚。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委何处抽签，候选人一透早纷纷把机会做势，争取媒体眼光。其中候选人陈天辉由小英总统赖上正鸟甲菲菲姐姐等4个造型所编织的气球，成为一大焦点。这摆总统立委大选选情激烈，立委候选人纷纷把号次抽签的机会，伫支持者陪同来到选委会门口做势，祭出竞选的口号来争取选民认同。第2选区选2号。枪声对对胜利相赢。我相信非常战力呢，它就会让我有非常的运气，然后非常好的运气呢，我就可以抽到一个最强的号次，这个最强的号次就会成为我们最强的力量，可以冲的力量。多数候选人有动员支持者做势拼人气，吸引媒体眼光。不过候选人林俊宪则是伫2-3位幕僚陪同的前来抽签。当立委候选人抽签留在做势同时，登记参选立委的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珍，却已经被中选会判定开写伪造文书反省，无符合参选资格。不过，伫红赛甲支持者的小厅，头白布条来到台南市选会门外静坐，抗议违反宪法，将继续争取基本参政权。今天下午我会去台北，在我的律师陪同之下去台北开庭。那我们相信，我们仍然抱着最大的厚望，
认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法院行政法庭是非常知道法理宪政，是来保护善良的公民的。竞赛当中，两位候选人陈以信甲姚正宇等人嘛对战陪同声援，针对记者询问敢是要继续竞选活动，王家珍回应，伊是现任市议员，为国民党侯康沛努力争取支持，嘛是伊的职责。台南新闻阮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捷运的轻铁线伫去年启动可行性研究以后，预计经过深化、新市、新化甲桂林等4个行政区，对此第2选区2位候选人陈坤和则强烈批判，市府已经长期疏忽着溪北民众的交通需求，现在捷运阁无纳入，要求市府检讨。台南第2选区2位候选人陈坤和伫溪北无党甲国民党籍议员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因为因知影串联南科甲沙仑的台南捷运轻铁线，其中规划经过4个行政区14站的升级路网，佮将延伸到深化，结果却共款疏忽溪北长期交通的困境。烦恼如此以来，溪北边缘化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会中相当的愤怒，要求市府检讨，将捷运延伸跨越闸门溪到满道嘉里。公车也无，小王公车也无，社会住宅也无，啊无，阮是溪北是要投，不怎？阮溪北大部分拢有民进党较济呢。蔡英文也好，过去咧投票，溪北也要较支持，伊会调，会怎好呢？我感觉。望良心上看卖，这是对阮溪北百姓一个交代嘛。18人来，无半项重大建设，即个钱你规划阁无？安尼，阮是要安怎？要叫阮溪北人去对？全部拢伫溪南桥附城。阮的山区溪北，等你2872号做完，阮已经帮完啦。溪北山区已经边缘化，那今仔日，我们现在要把南科的延伸线做到显化，你无法度上班吗？对此，高雄局回应，正式高铁站是铁路局的款节，未来伫整体路网检讨时会提出，毋望缩短规划时程。本来这一段。到三花这段其实是在红线里，在黄线里面。那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原本整条路线是要接到那个南科火车站，那因为现在南科火车站那边因为高架桥的问题，所以没办法进去，所以交通部也是希望说能结合一些火车的转运站变动嘛，就是可以变动嘛。它还是在优先路网里面，优先路网可以变动线路嘛。优先路网里面去做评估了。所以开伫资源平衡发展的机会，相信议员无分哪力，拢积极来争取捷运进入溪北。捷运优先路网到麻豆嘉里。台南新闻阮吉何乔邦采访报道。迎接台南市北公部门邀请民间共同响应文化创意商品。伫第1波的发表会中，有超过70间品牌展示应用的成果，其中来自名林水泥集团的水泥车上界引人注目。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贵宾合影，看到后壁的南港仔车顶面印有台南市北主视角。活动的时阵，就参像伫展动台南市北，相当特别。其实我们公司的每一台车，我们都有做彩绘啦，都希望说车子出去呢，能够给这个市容带来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啊。也希望说大家看到我们这台南400的混凝土车在路上跑的时候，也知道我们台南建成400年这个故事、这个历史这样。另外，还有统一式的棒球、酒店的酒杯，还有碰饼、抱枕、饮料杯啊，连化妆品等生活日常用品，
拢有印着台南4百标志。我们也是文化局第一波酒店响应的一个饭店。那我们在大厅有3部电梯，也做了台南400的意象，还有包括大厅呢，我们做了6个投射灯，可以在白天晚上可以投射在我们的地面上。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饮料，其实饮料是在一般人生活当中是最平易近人的，所以透过我们饮料的包装来呈现台南400这个活动，非常适合。市府文化局堪产业各界共同发挥创意，将台南400主视觉系统运用在商品当中。第一波就发表50外件，未来还阁会有新品来发表。意象是可以留下很久的，包括文字、包括影像、包括书面。包括一些活动都可以留下一些记录，留下很久的。所以台南400要怎么营造，就由大家一起来开始想。台南400明天响应会让这个贴近更符合一起台南的精神然后让大家经由设计的发想，来共同为台南城市的风景创造一个属于台南400的意象。官方设计公关品也相当特别，以台南为发想，设计出帽仔、T 恤等等。顶面的字使用济中英文，传达出无同时代多元转色。文化局欢迎各界透过申请来使用台南400主视觉创意，公司协力展现台南在地文创力量。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甲社区大学台江分校为了庆祝台江建增200档，伫今年7月邀请台江分校足球班的老师陈婉玲甲小陈林子，带领学生进行为期4天的夏令营，一直到12月份完成专辑。20号下晡伫台江文化中心正式发表，并制作甲学包，提供合作的学校来推广。社区大学台江分校长期推动台语的深耕教育，为了培育台江在地学生，做伙来学唱台江的歌。台江文化中心甲社区大学台江分校近年来合作，为家乡来写歌。伫社区大学的作曲班老师陈婉玲的带领，将25首的素人创作曲目改编成做伙来唱台江歌，将台江丰富的生态景象。人文的生活，甲宗教的信仰融入去歌词，用 rap 的方式来呈现。做伙来唱台江歌这条歌，一出来的时候用 rap 的形式，能够安身立命，安心里面披草了，台江出名这条，其实那个音乐的力量一下去之后，马上就是振奋人心的感觉就出来了。我想当下，我想不管是对于学员来讲，或对于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来讲，都是一个应该是说很难忘，而且是一种很激励人心的作用。那我常在讲台江文化中心，从我们一开始说要盖文化中心开始，我想有一个很大精神，大家都没有忘记，就是除了由下而上，最重要就是公私协力以及地方共同参与这件事。我想这个精神，我觉得从开始在筹备，一直到开馆，一直到现在，刚好今年也是我们开馆第5年，同时也是建庄200年。我想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一开始的精神。10档了后，100档了后，迄时阵咱无伫的，但是100档了后，人会讲，咱台江的这个文化时阵，可能歌曲嘛是一个会当讲互大家上当怀念的。可能大家讲一条台江走到了，一条歌哩，所以这是足重要。做伙来唱台江歌的专辑，总共29位学生来参与，有了老师来带领，透过钟兴国老师的录制，甲 MMD 职人品牌的设计，运用鲜明的色彩甲风格，诠释台江的在地精神。专辑的制作嘛，得到安顺、安庆、和顺、南兴。海东甲海淀国小等学校的合作，主办单位除了发表专辑的成果，另外嘛做成教学包，分送给合作的学校进行教育的推广，希望在地歌谣会用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面对超过龄社会长期照护需求愈来愈增加，所以社团医疗体系在去年6月成立了综合长照机构来服务社区的长辈。20号探着同齐特别举办感恩活动，希望一步一步实现在地老化愿景。社团医疗体系结合医疗、长照、居家照护甲日照中心等整合性的长照服务，满足个案多元的照顾需求。伫去年6月，伫南区的健康路设立火小综合长照机构。20号上午，趁着岁末同齐时节，举办小小的成果发表甲感恩活动。由台南市立病院的院长蔡良明邀请社会局的官员。甲地方的民意代表、里长共同参与，甲长辈来同乐。我定咧讲啦，我出来拢定咧讲，着老岁吼，就是爱加减当变高人，学字样，毋通伫厝学白相，安尼啦。所以就是讲，阮咧办这个长照活动，包括这日照，阮拢是希望讲老人，咱的有岁来遮有笑容啦，互伊加学物件，加减当安尼变高人，唔通讲，咱像我遮是一个拖老手尔，不是这样，这样就无意思啊。医疗，阮来介入，介入互大家看，咱维持健康，会当卖破病，卖天讨，安尼就对啦。区吼，每一区拢有咱这个日照的这个机构，咱为着要配合中央的政策咱嘛已经伫今年度、后半年度已经达成着咱这个所谓的一国中学区一日照，咱伫这个后半年度的部分咱嘛已经伫感谢咱足侪这个单位来配合着咱社会局的这个政策，中央的政策，咱嘛已经来达成了这个目标啦所以伫这边遮竟然要再一次代表咱南市政府甲咱社会局，特别是咱社会局来感谢着由咱蔡医长所带领咱这个台南市市立病院以及咱这个会小咱这个长照机构伫咱这个社会局的不管各项的这个社福利的部分甲咱配合，其实甲遮尔好。尤其甲咱即个长辈时代照顾遮尔好，互大家更较有活力。看到即群长辈，虽然有一寡坐轮椅，毋过每一位拢真有精神，对着老师的带动场手舞足蹈。其中一名87岁龚先生，虽然来日照中心才2个月，对着东坡做伙来运动休闲，日子嘛过得真满足，而且逐工还阁维持退休前的清采。穿着西装、甲领带，精神十足。我来遮差不多2个月，遮人介绍的，我对遮有信心，来甲遮行一个，结果真有感想，真好，袂歹。每日拢有动作，拢过一项真好的动作，会当咱养成咱的这个做智慧啦，其他知识方面啦，拢袂歹。所以我总而言之来讲，我真欢喜，就满足。活动中，院长嘛甲日照中心的长辈做伙来耍游戏，因为过2天就是冬节，日照中心嘛特别准备圆仔，互每一位贵宾甲长者提前感受冬节圆的节庆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丰富的历史文化甲优良的港湾条件，近年来吸引真侪游艇业者进驻。不过，贵山山的定存其他是入会费用，一般民众并无法度负担，所以游艇业者可贵真特别规划全国首创的海上 taxi 游艇，希望让游艇更亲近民众，也为海洋观光尽一份心力。坐船快乐的出航好不好 ？Taxi 台南安平 Water Explore 就是台南安平水上旅游探索的意思。因为看好安平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发展水上休闲活动，加上台南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是真侪国内外旅客上爱的旅游城市之一。Taxi 的发起人许桂珍，就是希望借由这项服务来推广安平的观光及文化。透过我们这个组织，把游艇跟安平的旅游结合起来，然后让船主跟船长、跟游客还有在地文化产生一个结合，变成说推广整个安平的水上文化。对，然后还有一些外国游客来，我们是小团体的，可以一个一个深度的跟他们解说安平的历史跟那个整个
文化。其实安平本身对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都市，也有很多的历史相关有趣的故事在这里面。受邀出席的议员李启伟表示，这个平台成立对着台南海上休闲活动的发展真有帮助，嘛会当让安平进一步成为真正海洋大城市。安平有很好水域的一个条件这个都很好让我们来做一个发挥发展这个我们也期待这个我们借由这些一些水域方面，像水上机人车啊真的是一些游艇休闲观光的产业的一个推展推动让安平再进一步真正的走向这个国际海洋的一个大城。市府观光旅游局主秘郑道理表示，海上 taxi 是一个真创新的点，未来若是有外国游客来搭乘游艇观光，市府嘛会提供外语的导览，让外国朋友更深刻了解台南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创新，然后也跟我们在推动所谓的深度旅游，对城市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们未来包括像会来体验这样的游程，它的我是有跟徐董说就是说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外语的导览的系统也都建立多年那未来如果外国人那他需要这种外语服务的时候，我们希望给他更好，然后更能够了解我们在地人文历史故事的一个专业的导览解说。发起人许桂珍表示，耍游艇无一定要开大钱，海上活动嘛无一定是奢华休闲，所以伊才有海上 taxi 的构想。同时，伊也希望透过这项服务来推广台南的海上旅游。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全国上水灯节之一的龙井空山节将在24号登场。今年以龙火于境作为主题，在福兴山公园展出17件艺术作品，同时嘛邀请霹雳布袋戏团来开幕表演，为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拍头阵。台南市府文化局举办龙井空山节的3团活动，今年的主题是龙火于境。分为5大展区，总共有10个组来自台湾、韩国、澳门的国内外艺术家参与。台南即将跨入400年了，然后我们发现说很多过去的历史呢，都像是余烬的小火，那即将迈入这个新的阶段，然后又加上台南的龙旗的龙跟火，所以我们的策展名称叫龙火余烬。蔡展林表示，甲以往相比，今年更强化活动总值。佮搭配着声音、文字等元素，让民众深刻感受声光甲自然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同时以红色灯笼来呼应策展主题。明年就是龙年，也是台南400。那所以说龙旗空山祭一定会有更多精彩的，但是先不要等明年，先等今年就可以看到非常不一样的龙旗空山祭。空山祭举办到达迈入第5档，去年的空山祭创造10万观光人潮，深受民众欢迎。活动延续进前，采售票形式规划，展期为12月24号开始，展出到明年的2月18号。23号将举办开幕活动。邀请着霹雳布袋戏来表演，大家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台南市卫生局为了选择今年度加强艺术机构甲食品安全等相关业务的成果，特别举办记者会，展现维护市民健康安全的决心。台南市政府支持新台病院建立提升急性脑中风转诊品质计划，推动急性脑中风病患的转诊效率、治疗品质、复健效果、降低适应的程度。该系统自110年10月正式上线了后，会当看出转诊效率、检查效率等多项数字，拢有30%的提升。那在脑中风的抢救方面，包含了到院针对119我们在119有一个训练课程，让我们的消防员很快的来辨识，然后在最短的时间、最及时的时间送到最适当的医院去。然后接着我们台南市布建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脑中风的取栓手术的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是由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的宋碧山医师宋教授，他来帮我们整合
台南地区包含了到云林、嘉义的几个医院那我们做一个整合，然后大家成立一个转介的一个网络跟转介平台，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来进行这个脑中风的取酸素，把血栓拿出来。那在刚才的记者会里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也看到了明显的成效，可以减少了30%的延误时间，可以增加这个30%的成功率，可以来减少很多的后遗症跟并发症。另外，在食安的部分，台南市也推动5环政策，为这个面向来维护市民大众食的安全。食安5环，环环相扣。我们在食品的每一个段落，从生产、制造、贩售以及厂商责任，还有全面监督，这5个环节，我们大家都一起来着力。这项5环政策，今年也继续赢获第1名好成绩，2次冠军加起来，也让台南得到2700多万的奖励金，而且这也是6都内底唯一连续2届拢第1的城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另外，台南市经发局一年一度的成果发表会，都来向市民报告招商、引进资金来拼经济等等的成果，同时嘛展示地方创新以及商圈甲传统市场等知名美食甲伴手礼。欢迎大家伫年节伫台湾灯会期间来台南踊跃领购。北京发局一年一度成果发表会中，拄啊呈现因持续辅导商圈甲市集来再造欢迎，嘛展示青年人斗立地方创新所出产的米芳粽、水果干，也是气泡酒等等，拢是创造力甲改变传统的勇气。同时因应2024年台湾灯会，日前所举办网络票选人气前3名的伴手礼，嘛一一甲民众见面。为了能够应景我们一共在我们台南这边推出了30家的一个伴手礼那最近都已经票选出来了，其中24家是美食然后大概6家是有关生活用品方面的。那这30家伴手礼未来在整个灯会期间都会在现场去做展售。然后我想这30家呢，经过了大概4个月来的大家的一个努力跟网络的票选之后，都能够选出最优质的一个产品希望大家民众明年如果到我们台湾灯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来购买这30款的优质伴手礼。发表会中，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精选青级的市集，要甲民众分享，包括永乐市场由果贩所制作豆花、伫咸水观光美食已经组团3代碗粿，以及天然营养消暑、啉起来个真饱足的百合莲藕粉等等，拢是台南在地吸引力。买正的莲藕粉，伊无刷，你若有无二刷的莲藕粉，你嘛尽量卖买，因为食咧刷伫胃腹肚底落，对咱身体无好。所以阮伫卖莲藕粉是正佫对身体非常好，对咱的身体也好。你若准讲有一点点小感冒，如果没有去看医生，你就泡莲藕粉，用一点点盐巴，你要吃喝像咱咧喝开水安尼的时阵咱会使用一点点糖。下去煮但是用泡的效果最好，伊会降火气，嘛会对咱的身体拢非常好。透过经发局的辅导，台南的传统市场到今年已经累积到6089粒星，同时核选全国3项第一，包括南台湾唯一的5星夜市，5星名单全国第一，以及3粒星市集的数量全国第一。并持续创下新的纪录。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在2月20日的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